呢個詩篇記34第5節，按樣講説家啲，我已經簽上帝，上帝答應我，佢隔我脱hết，我熱切攏從我煩惱，我腳我尊嘅，我擔心嘅，嗱，所以係個簽上帝，佢隔個通才，現代係個個列嘅煩惱、腳心、手理、白色，佢帶係個係得勝嘅路。詩篇記34第7節，按樣講説家啲，人定欺負嘅，寫上帝，上帝要聽，咩意思？係個要煩惱，要白色，要痛苦，要擔心，係個求上帝，係個禱告給上帝，上帝要聽係個嘅禱告，然後佢叫係個從呢一熱切嘅痛苦，從呢一熱切嘅白色。幾個嘅通才，佢叫説家。嗱，因為到呢一個詩篇記34、18節一樣講説家啲，係講義人寫上帝，係講義人求上帝，上帝聽佢嘅嘅禱告，然後上帝給你通才，병hết、脱hết一切嘅痛苦，一切嘅白色，這樣説家需要求上帝。寫上帝，因為佢前人嘅主能夠大家通才，帶食家去心理去得勝嘅路。嗱，今下嘅禱告，本隆重兄弟姊妹要擔到白色煩惱痛苦，冇落下嘅一個小病嘅心肝氣，做你看隆重要集信心，求壓信心聽一個禱告，你嘅通才，嘅白色，嘅煩惱，嘅手理，你嚟看待佢。係心理嘅路，要得勝嘅路，你嚟本嘅新嘅力量，你幫自己開路本嘅得到呢個恩典，要快樂，要痛苦，心肝痛，頭腦痛，要各樣嘅病痛，今下得到醫治，得到善者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你得到，阿門。